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对。敬拜神。我们今天人数比较少，但上帝喜悦我们，不论人的多寡，我们都要一起拍掌赞美。好，我们一起唱哈利路亚。歌声献给我们的神。美丽
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来更多的渴慕你，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你。求神此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唱这首。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黑暗的光景，洗净我的软弱，日久新的我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我们一起唱，再从头一次。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黑暗的光景，洗净我的软弱，你洁净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主，你走入我的生命，你走入我的生命，改我心中所有的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顶，起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在光中，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黑暗的光景。主，你洗净我们每个人软弱，你洗净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的过去或者是我们的未来。主，你拥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所有的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顶，起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献上给你，献上给你，耶稣。我们要顺服你，跟随你。我们不会忘记你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每个的人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位都是你的孩子，主，你来到我们里面。我们用献上的心唱这首歌。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
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主啊，感谢你赐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使命来侍奉你。主啊，感谢你宣召我们每一位，我们将全心献上，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就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耶稣，我的主，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给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主，你的宣召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将生命完全献上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多好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啊，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位置上有主你的力量，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路在天上。主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展翅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路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展翅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随你，愿你的荣耀全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献上给你。无论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使命，我们都要来单单的仰望你，依靠你，跟随你的道路。主，我们会跟随你，你会赐给我们奔跑不倦的力量，那加的给的力量。主，未来的道路有你陪伴着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一同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请预备心来奉献。让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再一次聚集在你的圣殿，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卸下我们平日我们的劳苦愁烦，谢谢你透过乐团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敞开心的歌唱赞美。愿你这时候也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平常的劳苦愁烦中得到释放，让我们的压力可以在这个当中能够得到安慰。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将心敞开的时候，你就来亲近我们。谢谢你用你的爱来拥抱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你总不丢弃，也不撇下我们，你是我们的救主。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再次透过诗歌，透过彼此，我们在这边口唱心和的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压力重担卸给你。谢谢你，我们也要为特别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可能出国旅游或是跟家人聚餐的弟兄姐妹们不在我们当中，主啊，但我们为他们祷告，特别是为他们平安的脚步祷告，求他们你带领他们在国外或是在国内看顾他们平安的脚步，也让他们在当中享受你所赐给他们的喜乐。谢谢你，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持续成长，在你的爱中更加成熟。亲爱的主，我们心渴慕你，恳求圣灵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享受你的同在。也祝福牧师今天所传讲的讯息，让我们能够明白奉献的态度。谢谢你，我们也献上有限的金钱做教会的使用，愿上帝悦纳我们的奉献。这时我们要用主祷文同心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周报。我们先来看，公祷的事项有4点，那请大家持续为这些肢体以及银发族即将开课，还有10月6号长职的改选，待会会提到。
请大家持续为这些事情来代祷。教接的消息有6点，第一点，下礼拜6下午4点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二点，下主日礼拜天是总会所定的新竹圣经学院奉献主日，请为这个圣经学院的需要关心代祷。第三点，下主日的下午4点，在教会1楼举办中秋节的烤肉，那请完成报名的弟兄姐妹们按照关怀部的分组名单提早来教会预备。第4点，教会奖学金接受到今天为止，那预计在9月22日颁发。发放的办法，请参阅公布栏，请主日学的校长又好麻烦你了，以及青少期的辅导，来收取这个相关的名单跟积分，把这个交给丽娟长老来会诊。第5点，10月27日是我们所定的1年1度的音乐见证福音主日，那会由我们这个优秀的建成乐团来担纲。也邀请弟兄姐妹来共来见证分享主恩。那目前有规划是有3位可以来做这个见证的机会，为主做见证的机会。那每位是7到10分钟。那请有意愿的兄姐在9月22日以前向牧师报名。最后第6点，请各团契会长在22号以前提交第4季的服事排班以及聚会主题给英英姐会诊，完成第4季的季表。团契消息，9月28号到29号，我们圣歌队要到新竹新丰教会进行音乐的短宣。那教界消息有2点，那第一点是下礼拜日，我们这个基金中会有徐仁全传道师丰利牧师就任台北公馆教会第5任的牧师受职感恩礼拜。那第2点就是29日下午3点，一样是基金中会来过我们教会分享的徐雅婷牧师，他即将就任古亭教会第4任的牧师。那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好，奉献的名气，请大家自己来看，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向干事订正。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历代志下24章1到5节，以及8节 A 段，还有第10节歌，以及第13到14节。我来念，请大家来看。第1节，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耶大为他娶了2个妻，并且生儿养女。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第8节，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第10节，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第13节，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圣经读到这里，讲到志美牧师要用奉献的体感温度来跟大家劝勉。时间交给志美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最近很热，对不对？
在以我们的节气来讲，就是秋老虎发威的时候。虽然已经到了秋天了，但是呢，秋老虎的发威的这个威力是势不可挡的，非常的热到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近几年呢，为了政府在推行节能减碳，那有相关单位呢就呼吁大家的冷气要设定在几度到几度，26到28。请问你们家的冷气有按照这个标准吗？哇，有人点头，有人摇头。那你们的公司有按照这个标准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好，就是这样的建议，其实引发很多的讨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认为反对的人就说，26到28，那还不如不要开，根本没有效果。好，还是黏黏闷闷的，好，没有那种很凉爽、沁凉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其实，在教会会发现有的人比较怕热的人，就会坐在离风口、冷气出风口比较近的地方。那比较不那么怕热的人呢，就会离风口远一点，甚至有的他不敢对着吹冷气。所以呢，那像刚才在乐团啊，乐团一开始11点多他们先上来练习的时候，每次他们一走到这边就哟好冷哦，这样子，好，就是这边这样两股冷气这样子对着吹哈，就是非常的凉快这样子。那有的人就觉得哇，这个凉度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服，让一个就是室内的温度。要预备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感到很舒适的这个温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每个人的体感温度都不一样。今天的经文段落呢，我们会看到有2组人，他们对于奉献的体感温度不一样。一边当然就是一位君王，另一边呢是祭司利未人。那祭司跟利未人牧师在华语礼拜特别稍微解释一下，祭司或是利未人是旧约时期上帝特别拣选他们，专门负责献祭，专门负责敬拜礼仪的，然后也负责维持教会，那时候不是教会，圣殿，好，维持圣殿一切正常运作的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神职人员呐。好，那这个时候呢，代表政治就是君王这一边，跟代表宗教的祭司利未人。他们这两边对于奉献的体感温度完全不一样。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大意，大致上是说，有一位君王约阿施，他吩咐祭司利未人呢，要立刻为了圣殿的修缮，跟百姓收钱，好，就是征税。但是利未人迟迟没有行动，这就很奇怪啦。照理讲，你照管圣殿的利未人应该要看到圣殿有需要修缮，你应该赶快行动啊！可是为什么迟迟不行动呢？因此，这个王约阿施不得已就召见祭司耶和耶大密室会谈，才打破僵局。首先，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约阿施跟耶和耶大这2个人。我们放一下 PPT， 今天这一页，好，这样子，牧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约阿施呢，就是犹大君王。那上面打个叉叉的那个呢，是亚哈谢，是他的老爸。好，那他的老爸有一天，他的老爸死了。约阿施出生没有多久，他的老爸就死了。虽然感觉上他应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活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但是因为他还没断奶，他的老爸就死了。老爸死了倒还不打紧，但是问题就出在于他的。以约阿施来讲，就是他的太后，就是一个红色那个亚他利亚。这个太后呢，就起来怎么样？哇！见这个亚哈谢死了以后，太后就把所有的王室继承人通通杀掉，通通杀死，因为他要来当王。这个宫廷剧真的演起来是还蛮精彩的。好，这个太后起来，她要当王了，她把所有王室继承人通通杀掉。那这个约阿施呢，他还没断奶，这个时候呢，他的姑姑就是约示巴，他的姑姑就把约阿施偷偷的在那一场混乱的血腥暴力屠杀当中，给他偷抱出来，把他藏在圣殿的一个小房间里面，一藏就藏了6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约阿施的姑姑约示巴跟他的姑丈，就是也是祭司耶和耶大，就这样的抚养约阿施长大。在约阿施7岁，才7岁哦，哈，7岁那一年呢，就经由他的姑丈耶和耶大，祭司耶和耶大，他的运筹帷幄，就铲除了太后的势力。然后重新夺回政权，让约阿施这个正统的犹大君王可以再回到王位上。今天的第2节经文说，耶和耶大在世辅佐约阿施的日子。好，这个关系大家都清楚了哈。牧师特别做这个 PPT， 因为我怕一个姑丈，然后又谁，大家可能脑袋都糊在一起了。好，这样的关系图大家知道了。我们再回到，请那个音控帮我们回到圣经的 PPT 第2节。来，第2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请。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再读一次，有这句话里面有一些哈。来，第2节来。好，这节经文的记载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呢，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他才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说，当耶和耶大不在了，约阿施就怎么样了？就我行我素了，哈，他就行他看为好的事，不是行上帝看为好的事。然后第3节，我们在一起读第3节，请。耶和耶大为他娶了2个妻，并且生儿养女。这个时候呢，这个约阿施这个小王，年幼的王，好不容易长大了，到一个可以成家立业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也还是耶和耶大替他娶的，给他选的。好，从这样子的记载，我们似乎可以嗅到约阿施跟耶和耶大之间那个很微妙的紧张关系。在约阿施，他从一位幼嫩、很稚嫩的，才7岁可以登基为王，到他一直成长。好，我们讲说现在啊，我们讲说好18、20岁好了，当然以前可能会更早一点。好，到一位18、20岁能够独当一面的君王的整个过程当中啊。约阿施他很想要尽早摆脱耶和耶大的辅佐，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就在约阿施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呢，第4、第5节，就在他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约阿施他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他便召集了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圣殿修缮重不重要？重要。冷气坏掉了，电梯故障了，急不急？很急呀，哈！我没有办法5分钟待在一个没有冷气的房间里，哈，有的人可能是这样，哈。电梯故障了，我连2楼我都不要爬，我连2楼我都要来坐电梯，我没有办法忍受没有电梯的日子，非常的急。于是呢，这个约阿施呢觉得哇，时机成熟，时机到了，他就吩咐祭司利未人要赶紧向人民征收银子，他想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展现他成为一个有魄力可以独当一面君王的这个时机到了。但是那些祭司利未人却迟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为什么？重修圣殿很重要，也很急迫，问题就在于收奉献的方式。约阿施这个王呢，他采用了一个方式是强制征收的一个方式，收税，不论每个人。他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年满20岁，你都要缴纳公定的金额价钱。这种强制征收的方式并没有得到利未人的认可，所以利未人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牧师举个例，比如说我们礼拜堂进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礼拜堂门口有一个什么奉献柜，好，就是开门进来。在右侧这边有个奉献柜，
如果哪一天呢，教会规定每一个进来做礼拜的人都一定要先给我投3000块下去，你才能进来做礼拜，赞成吗？有的人赞成哦，有人觉得说，这样还不错，因为我平常奉献都比这个还多，那这样子我就赚到了哈。那有的人反对啊，干嘛教会是抢钱哦？好，还有我投了3000块才来做礼拜，我不投了。好，所以这样子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牧师曾经听说过哈，听说某些教会。某一间教会，他为了建堂，他就是重新打掉了建堂这样子，大声疾呼：我们不只是要做到11奉献，我们还要做到13奉献。就是呢，我们平常就说，大家可以的话，就11奉献，就是拿自己的1/10出来奉献，收入的1/10。可是那些教会为了建堂，他就强调大声疾呼，说我们要做到3/10的奉献，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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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那牧师还有听说有些教会有规定说，如果你要被选为教会的长职，就一定要奉献到某一个程度、某一个水准，你才有资格。大家觉得如何？那赞成的人的理由，赞成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认为啊，教会的长职在某个程度上算是教会的领袖嘛，好，既然是领袖，就要成为典范，那就势必要在各样的奉献上出钱出力，起带头的作用。就好像在公司行号啊，业绩好的人怎么样？讲话就大声，考绩好的人就怎么样？就有升迁的机会。好，所以呢，他们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概念来看教会的长职。那而且他们还认为说，如果奉献的金额没有加以规范，或者是我们所做的服事的内容没有加以规范，结果大家就会互踢皮球啊，反正这个有人做就好了啦，我们不要没事找事这样子，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滑坡理论。讲起来好像都还蛮有道理的，但是不论你是否赞成这样子的强制奉献的这种概念，我们会发现，赞成强制奉献的人在根本上是基于人性的软弱。是希望借由强制奉献来规范信徒，至少要做到无愧于上帝的恩典。所以在旧约时期有许多的经文呢，都有提到类似11奉献的概念，但是这并不是强制的规定。好，在现在不是强制的规定。那然而呢，反对强制奉献的人，也就是赞成自由奉献的人，认为上帝的恩典跟慈爱已经不断的彰显在历世历代的凡属上帝的子民身上。比如说在旧约时期，我们很熟悉的出埃及，从出埃及到进入应许地，然后建立王国、建立国家，好，到了大卫、所罗门时期，多么的鼎盛，让所有的外邦的那些国家都来朝贡、都来朝拜，即便一直到最后被掳还归回，上帝不厌其烦的在这么长久的历史当中，上帝不厌其烦的引导、安慰、鼓励他的子民。所以祭司利未人反对用强制奉献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感恩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而不是要我们强制。至于在新约时代的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重价赎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不断透过读经祷告，见证又真又活的上帝。包括像青少契也有，社青也有，对不对？然后情色团契也有。我们在任何时候，在我们的团契生活中，我们都可以不断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跟恩典，引领陪伴我们走过许多死荫的幽谷，又保守看顾我们可以越过人生的风浪。因此，凭着耶稣基督的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凭着我们如云彩般的见证，我们应当也理所当然会自然而然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由衷的感谢。奉献的意义，我们常常有时候会PPT 会写说，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可以不用奉献这样子。奉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奉献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我们常常是说，哦，感谢主，感谢主，碰到一件事情，哦，感谢主，碰到很多事情，哦，感谢主。我们常常会把感谢主挂在嘴边，但是那应该是从心而来的感谢，是因为我们确信，我们之所以能够还可以醒来呼吸，迎接新的一天，我们还能够唱诗赞美，我们还能够有冷气吹，我们还可以有电梯可以搭，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有爱我们的人，照顾我们的人，并且我们有我们爱的人，我们可以去付出，我们可以享受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这一切。如果你相信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那就一定会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能工作，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工作，做工得工价，我们可以取得我们劳碌所得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如果你相信，那你就会奉献。一手，你相信你的旁边坐的这一位是上帝带给你的吗？好，如果你相信，好，你不用回答我了。好，如果你相信，那你就会奉献。所以那样子的奉献就是真心实意的。好，牧师再举一个例子。小的时候，有一句话，有一句俗语哈，有一句俗语说，无事献殷勤，怎么样？有听过这句话吗？无事献殷勤，下一句，非奸即盗。哈，无事献殷勤，或许你不是非奸即盗，但是无事献殷勤就代表你有所求。我不晓得你们在公司行号里面哦，有人会不会无事献殷勤，送花送礼物？今天如果我们现在比如说婉柔已经有小甲了嘛，哈，阿定信有好奇了啊，好，然后那个有在交往的啊，如果今天哦你在办公室突然有一个女性或男性，不是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位，突然买一束花摆在你的桌上，你敢不敢收？定信，你敢收吗？不想某女性突然哪一天你上班到了公司办公桌上，哦，有一束花，而且还不是好奇给的，你敢不敢收？傻笑哈，就是你就会发现，哎呦，无事献殷勤，哦，这个背后那个很可怕哦，不晓得怎么样。牧师哈前几天收到一份礼物，那个时候是因为牧师不在，然后那个英英哈替牧师收的。然后牧师回来了，然后英英就说：“牧师有人送礼物给你这样子。”我就说是谁呀？这样子，然后他就有夹一个名片，好在那个袋子上面一个名片。其实我跟他根本不熟，我就有听过这个人，但是呢，我跟他完全不熟。我就先把那个礼物放在1楼，我就没有拿，我就直接先到6楼，然后我就祷告，因为人情世故嘛，哈。可是我也祷告，想说这个礼物我要怎么处理？拿了，万一哪一天他要怎么样的时候，拿人手短嘛，哈，吃人嘴软嘛。后来呢，我就想到，感谢主，就让我想个方法，我就下去，我就跟英英讲说，英，那个我们把这一份礼物哈放到那个招待桌下面，大家可以去翻，有兴趣的那个礼物就在招待桌的下面。我就跟英英讲说，如果哪一天他又打电话来，你就说这个礼物牧师不能收，他也没有收哈，那你有空你就把礼物拿走。我说他如果打电话来，你就这样跟他讲，或者他如果再一次又经过，你就把这个礼物呢就拿回去给他这样。意思是什么呢？好，牧师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小时候啊。小时候，比如像幼书啊，哈啊，凯华，你们的盛宴还小啦，哈，可能还不至于。就是小孩还小的时候，都会跟父母讨要一些东西嘛，哈。没事献殷勤的时候呢，父母心里就会想说，这小孩子要干嘛了？哈，看到子爱很可爱，子爱的有时候妈妈怎样来跟我撒娇的时候，我就说，他就跟我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东西。我说好了，你到底要什么？你说好了。
我买给你啦，如果不贵的话哈，100-200块还可以啦，这样子哈。好，我就给他这样，然后呢，姐姐哥哥就说：“哦，真好，妈妈对你真好。”这样子，好，无事献殷勤嘛，哈。好，小孩子小的时候是这样，可是长大以后呢，成长以后，他们有自己工作，自己赚钱了，他们会来请妈妈、爸爸吃饭。好，像有时候子瑜、子群他们就说：“哎，要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出钱啊，这样子。”意思是说，正常。他们会这样子请我会差他们请我吃饭吗？我会没有钱吃饭吗？我有钱嘛，对不对？可是当他们请我吃饭，是他们表达的一种对我跟义杰牧师这样子成长过程当中给予的陪伴，他们应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馈、来感谢。这就好像我们对上帝奉献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不是为了什么条件交换。不是为了什么我们才奉献、才感恩，是因着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么多的恩典跟作为，让我们打从心里就忍不住啊，就想要奉献，忍不住的就想要请爸妈吃个饭，或者是看到什么好看的东西啊什么，就是就是爸爸需要或妈妈需要，就会买给爸爸或妈妈，类似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跟心情。奉献，所以奉献是出于信心，因为你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而不是出于条件交换。好，我们再回到这节经文，采用强制奉献这个约阿施啊，他看见祭司利未人迟迟没有行动，他迫于无奈，只好再召见那一位他又爱又恨的耶和耶大，那位祭司耶和耶大，因为怎么摆脱都摆脱不了，但是现在没办法啦，已经。头都洗下去了，我命令都出去了，但是都没有动静，那我这个王的脸面何在啊？好，逼不得已，好了，再把那个祭司耶和耶大再找来，哈，问问到底是怎样啊？好，到底是怎样？好，然后呢，借此就打破了僵局。约阿施同意了什么事情呢？当然是耶和耶大给他的建议嘛，好，所以约阿施他就同意采用利未人的方法，就是自由奉献。于是呢，今天的第8节说，于是王下令，第8节，下一页，好，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个柜子，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众领袖和百姓都欢欢喜喜的将银子带来，投入柜中，一直到投满。然后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殿修造的跟从前一样。等等的，他们做完了，不止做够，还有剩余。当祭司利未人将空的奉献柜放在圣殿的门口，牧师没有把11节放上去。如果有看11节的话，11节的叙述说，每天那些管理库房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财务同工，好，每一天呢，那些财务同工就会把那个已经投满的奉献柜倒出来，他们要整理、要数、要计算、记录，然后再把空的奉献柜放回原位。每天都是这样子，空的然后满了倒出来，空的满了倒出来，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这样出于信心、自由奉献的结果，不是大家互相踢皮球，也不会有人抱着投机的心态想说反正有人奉献了就不用我，不差我一个啦。好，不会有人抱着这样投机的心态，因为大家都很乐意回应上帝的恩典，也都乐意为着圣殿的需要尽自己一份心力，不但顺利完工，还有剩。那我们教会的意向呢，是万民皆祭司，这也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呼吁。最近上个礼拜，好，社青有在谈神学家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好，那这个万民皆祭司呢，也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是算是加尔文的前辈啦。好，他的呼吁就说，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是祭司利未人。那大家都是祭司利未人嘛，那总是要有组织啊，哈。那为了让这样的群体可以更有效的进行各项事工，就需要在教会设立长老跟执事。长老教会的长职的选举跟设立都是依据圣经的教导，
在旧约的时候，有设立10夫长，有千夫长、100夫长、50夫长、10夫长，好，要协助摩西管理百姓。在新约的时期，初代教会也有设立长老、执事。设立长老呢，就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执事是做什么呢？执事就是协助牧师跟长老办理教会一切相关的事务。再1个月，下个月很快嘞，再1个月10月6号，我们就要进行4年1次的长执改选。今年我们执事的选举要试办推荐，用推荐的方式。会采用推荐的方式，是我们有基于3个理由做考量。其中一个就是教会的传承，要有世代传承；再来呢，就是事工发展上的需要，我们需要各个面向不同专业领域的长职。那还有家庭成员的支持度啊，总不能为了服侍就闹家庭革命，这怎么行呢？好，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是这3项，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复杂的考量。那牧师来拿下推荐名单，还没有确定了。这个推荐名单要到这个礼拜6的小会才会做最后的确定，所以呢，这个是草案，好让大家稍微瞄一下，好远远的不用看得很清楚，哈，就是让你们瞄一下而已。好，这个推荐名单上面你会发现有彩色的照片，有没有？虽然看不清楚是谁的照片，但是看得出来是彩色的嘛，哈。这个彩色的照片呢，有照片的就是推荐的名单，但是按着我们教会的法规啊，有资格备选的，我们教会有资格备选的大概总共有80几名执事哦，有资格备选的有80几位。但是我们推荐了目前以这样的草案来看，我们推荐了17位。那我们要选12位，按照教会法规，长老教会的教会法规，我们如果要就是我们如果要选12位，我们推荐的人一定要超过12位，不能推荐的刚刚好，好，一定要超过。那下面呢，在推荐名单，就是有照片下面的这一个区块，是有资格但是没有被小会推荐的，就是什么样的原因？刚才牧师也说明了，好，就是我们有各样的一些因素。好，基本上啊，你会被推荐，原则上都是你至少当过教会干部的。好，因为呢，你当过教会的干部，比如说什么干部，比如团契会长啊、辅导啊这一种类的。好，因为你对其教会的运作各方面，你会比较跟一般没有服侍过的会多少会有一点落差。但是呢，按于长老教会法规的规定，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在推荐名单上的，也不见得会当选。也是会有落选的可能。那即便你不在推荐名单上的，你也是会有当选的可能，对吧？没错哈。好，问题就来了，每个人面对选举的体感温度都不一样，就像每个人面对奉献的体感温度都不一样。有的人相当迫切希望自己能够被选上，觉得这是对教会对自己的肯定。那有的人即使被选上了，有的人会觉得，我真的需要再更多的装备自己，我要在读经、祷告各方面，我要更加的砥砺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更加的增长，更加的成熟。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比较消极啊，被选上了嘛，好啊，那我就选上了嘛，那我也不用再多做什么，好，不要没事找事这样子，好，事多事少，反正都是选上了这样。有人会比较消极，当然也有人会很害怕被选上，害怕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多出来的责任跟压力，很害怕自己的能力被摊在阳光下检视。好，长职选举实在是我们这个信仰群体的一个试金石。长职选举是我们这个信仰群体的一个试金石，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能在心灵诚实、毫无私心，只求在祷告当中可以选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选？
是真的为上帝的国度的需要来选出这样子的人选。特别是我们是否能在当选的时候，可以学习谦卑，并且砥砺自己，要在信仰上更往下扎根，扎得更稳。是否能在落选的时候，不论你是在推荐名单，你是不是在推荐名单，如果你落选了，是不是一样能够感恩、顺服、相信，这是上帝对你在目前来讲最好的安排？那个好不是人认定的好，而是上帝所认定的好。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事实吗？所以不论当选与否，不论自己支持的人是否有当选，面对选举，我们的体感温度都不一样。但求主保守我们能有一个自由奉献的心。这个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是在圣灵运行里面的自由，也是在上帝主权里面的自由。也就是我们有自由可以当选，我们也有自由可以不当选。当选我们也乐意，不当选我们也感恩。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像圣灵的殿，就是我们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愿我们这个圣灵的殿能够借由不断的自由奉献，让我们这个殿能够像约阿施他所修筑的那个圣殿一样坚若磐石，不只是坚定，还行有余力可以照顾其他的人。正如耶稣所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透过奉献彼此相爱，我们透过奉献，我们回应上帝的爱。所以呢，我们接着我们就要用这首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愿我们的生命在主的带领底下，我们都愿我们的生命能够献给我们的主所用。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将主的梦想赐给我们，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
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向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我们要背起十架跟随你。主，甚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主啊，主啊，愿我们的心都不要忘记你是如何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从黑暗进到光明。主耶稣，我们要一生一世喜乐地跟随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一起拍手。你的话语